姑娘，你钱掉了。你的钱掉了。谢谢你，阿姨。哎，阿姨，这100块钱给你。不用不用，下次注意点就是了。妈，给我拿点钱。睁开眼睛，看见的是你，我第一次。行了行了，别输了，就这么点钱，还不够我请兄弟们吃饭呢，再给我拿点。第一次跌倒时，搀扶的是你。儿啊，省着点花，我老了，也挣不来什么钱了。行了行了，就知道啰嗦。第一次离开家，送我的是你，我第一次有成绩，最激动的是你。你先回去吧。喂，兄弟，晚上把哥几个都叫上，好地方见，我请客。你谁呀你？你整天开着好车，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，你知不知道你那年迈的老母亲整天啃着冷馒头，喝着白开水，还在卖菜，你这样于心何忍啊你？你谁呀你？不认识你吗？来，你给我下来！来，我就带你看一下你那年迈的老母亲。妈妈累了，你就好好休息。妈妈呀，妈妈呀，我想你。你走后的天空一直下着雨，带上你心爱的油纸伞。妈妈，你要照顾自己。妈妈呀，妈妈呀，小兄弟，父母呀把我们养大不容易，我们要好好孝顺他们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妈，今晚我就不出去吃饭了，我陪你一起把这些菜卖完，然后我们一起回家吃饭。把这些菜呀全部给我包起来。给，这是买菜的钱。我公司就在前面，以后啊，你的菜直接送到我公司食堂就行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你很优秀。今天啊，你所做的一切，我很高兴。抖音。